这条东山国小，东市哦，东山乡的东市哦，那个东山国小中间那条路一直走到德昌街，就左转，现在是德昌街，那地点的东市哦，中山地区是观念和主正街那边，山地是什么呀？规划6分区。地云寺呢，到了农历过年了，正月初9画初10，是11点多，然后又要恭请回东山地仙寺。学香客很多，很多。东山地仙寺恭迎观音佛祖圣家回火山地云寺，恭送。哦。